在肚子的时候，我妈妈说她就在跳嘉年华了，因为我发现就是每一年在那个2月到3月之间都是有嘉年华。我其实，在台湾这么久了以来，还是在这个桑巴这一块会还是一样这么热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重点，想念家乡，怀念家乡，然后从小的回忆就是欢乐。我好爱乐器啊！都到了，马里奥，马里奥。都到齐了。哎，还少一个。哎，那一斗呢？你现在哪边？还少2位，少2位。哦，好，都到了吗？那我们就出发喽！耶！耶！出发了。哇，到了！耶！哇，今天怎么那么热闹？行了，是不是？哇，这样好好看。真的吗？我先生说阿嬷头怎么又来了？对啊，很好看。我拿这个好不好？都可以啊。小心小心来。极限速度到底在哪？ Oi, pessoal, meu nome é Fabiana, sou brasileira, moro aqui em Taiwan há uns 30 anos, já casei com taiwaneses, então tenho uns filhos maravilhosos. Então adoro nossa cultura do Brasil, estou aqui em Taiwan a divulgar nossa cultura e trabalho em shows de TV. Desculpa o português, obrigada a todos. 主要嘉年华鼓队的话，当然是比较热闹，因为他们全部都是音乐家，才有办法打成这样。算是台湾的音乐家，他可能没办法打巴西节奏哦。这个是因为他们日本老师跟那个他们主要是巴西来的。台湾一般人对森巴舞的迷失就是他们会把肚皮舞想象在一起，其实差很大。那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会觉得森巴舞就是一种只有扭，好，就一种秀，好，这一种就好像穿得很漂亮，插了几根羽毛，然后就这样跳就一种秀。然后他们最大的感觉，他们只要说哦，跳森巴都是好，都认为是外国人。我们一刚开始在踏入这一个环境的时候，觉得就很 shock， 就觉得哇，怎么会是这种这么错误的想法？所以要再转你的右边，所以就1、2、3 and 1，然后臀部推。维纳她其实刚开始她给我的感觉，她跟一般的巴西人不一样。一般的巴西人在他们的做法都会比较 free 嘛，他会蛮认真的，然后去做一件事情这样啊。他有时候也会给舞团一些建议啊，然后他有一些葡萄牙文啊，他也会帮我们解释啊。我们也很高兴说可以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啦。我们都希望把一些喜欢这样的音乐的人、舞蹈的人，就喜欢桑巴的人，然后把它聚集在一起。先介绍从日本来的，不过他也是一个巴西人哦，我们的鼓队老师伊斗上。那再来弄一个也是巴西人哦，就音乐家老师。 Fabi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 was watching TV and I saw her on the TV. I said, oh, she's from Brazil and I'm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her. So let me try to find her. So I know a lot of people on Facebook and I say, oh, you know Fabi? So very easy. 2 hours I found her. So I told her, hey, you're Brazilian, me too, you know. And then we just start talking and everything happened from there. Then once I went to a Brazilian restaurant. Then I met some Brazilians that liked samba, and through those friends I met Fabi. And with John, it was 1 year ago. Yes, I was playing. Yeah, he was playing. Fabi told me about him, and I went to see him play. And then we just met and we talked, and he was looking for a percussionist.
So everything was coincidence. 我在台湾已经这么多年了，终于找到了，就是他们是最认真、最有巴西味，可是当然最感动就是缘分。所以他们对我来讲，就是一听到很想哭啊，因为我逝去好几年。你看他在巴西30多年，我是颠倒哎，我离开这么小，但是我的画面都是在欢乐的。台湾是没有让给我在学什么国标，学什么肚皮，我学了很多，就找不到那个 feel 啊。那就是认识他们，就觉得哇，我人生幸福了。爸爸爱睡觉，放假爱睡觉。等一下哦，他没人接，打给老公，打家里看看。因为我要回家了，要跟他说我要回家了，几乎都会先问过，因为他这样带小孩，我会有点就不放心，要赶快接手。因为我女儿其实都会去上游泳课，所以她一个人带2个，所以平常都会问看他们吃了没，或者是到家里要不要买什么。那个吃的。妈妈回来了！哎，小宝，大宝。你们今天全部都在宜兰练？对，2台车后面，他带了大概10个，好棒哦！还会放回去，哇，真的可以吃哎！我想对他讲太硬了。我个人蛮喜欢小孩，虽然说小孩子有时候很皮啊，但是也是有他们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军人嘛，比较没有办法陪伴他们这样，当然没有像维娜这么细心啦。因为男生女生来比较还是有差，妈妈真的是比较细心啦。那我就是尽量可以让他们吃好睡好，然后就是让他们可能在玩耍的环境之下是安全的这样。对，那基本上就是尽量陪伴他们啊。自己跟我老公差很多，他都敢2个孩子带他们出去玩，只是我不太敢，我一个人不太敢带他们2个出去。对，这个是我一直没办法克服的。维娜算是比较保护小朋友那一种。我觉得其实真的可能是背景，那也对我来讲，我很多的画面都是在小的时候。我是在巴西出生的。对，那之前没有公开到我真正的身份了。其实说实在是，爸爸还在的时候，我永远记得他讲过一句话：谁养你就是爸爸了。我身份我不是混血儿，对，这个是以来节目，可能大部分有机会去讲到自己的自我介绍的时候，几乎是说混血儿。当然是很重要，是因为我爸爸还在。现在是因为我爸爸已经过世5年了，我才会的常常梦到他，想他，我才会更想说，我不需要做一个解释我心里面的一个不管疙瘩或者是想要理清，都有很多的想法。很好笑，每次都是这首歌耶。是真的很逼不得已，如果今天有活动，那就老公要辛苦，会带2个人，没有特别，就是在家里，除非就是老公可能看看会不会晚上走一走之类的，就是安全看老公的状况。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啾啾找我的时候，我有看过你坐在那里剪头发。啾啾是我们2个以前共同的一个发型的设计师，他介绍我认识维娜，对，越来越喜欢，应该是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跟他的外表不太相符合，就像我那时候觉得，
外表看起来也是蛮甜美的那一种，但是其实她就是算是那一种路见不平的那种侠女个性吧。她只要看到她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做，她一定会仗义直言。她的个性是很善良，对我很喜欢她这一点，对，很有爱心的一个女生。他就是特别跟我讲他是职业军人，那个时候一听到我也是说不可能，我爸爸说有几种男生不能嫁，对，你知道吗？警察、职业军人、医生警察，对，职业军人，你知道原因在哪吗？没有时间陪你们。对啊，他怕哦，女儿会孤单寂寞啊。那时候我跟我家人说，爸妈，我认识了一个女生，现在跟她在交往。他说哦，今后啊，几岁？然后就开始问，我说哦，她是外国人。几乎如果去婆婆家，最多的时间是真的是跟老公。平常基本上如果没有特别的事的话，就是，会甚至有时间的话就会回家，对，大概2个礼拜、3个礼拜就会回家一次，对啊，除非工作比较忙。马上找爷爷。谁在门口？爷爷有来。哇，马上找爷爷。找爷爷。你看谁？那个谁？你看。Hello，回来了。啊，母亲节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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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印象其实也蛮不错的，就是尊重弟弟的，就是想法跟决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蛮惊艳的，因为是外国人，因为我们家其实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认识外国朋友。那其实一开始真的很紧张，因为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会讲中文。是，所以其实那天就还蛮算是聊得很开心。维纳咧第弟妹哦，第3个，伊咧84年的庆奖木住泰文哦，真活泼，开去拜个拿不开，佢感觉讲乖乖啊，因为阿奶土个每季新妹做来个第一个印象。我即晚要改讲台语，叫爸爸改讲客话。哦，没有，我觉得2个小孩看你一样，他们就在讲话来学人家快。那你看，英文葡萄牙文、中文、台语、客家语。我最反对就是说，那时候维娜说实在，她身体不好，我知道她也有告诉我说她有气喘，然后她身体不好。然后当下我也想说啊，如果真的我是结婚以后，如果有小孩，会不会遗传给小孩？这个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活还有那个文化都不一样。啊，当下的时候很难接受，说为什么是娶外国女生这样子。我妈妈也有跟我讲，她说实在是第一次见面嘛，我妈妈她也是说，印象不是很好这样。后来就我跟我儿子就这样，为了这一件事嘛，就大家就有一点撕破脸。后来妈就劝我，不用说你这样念。哦，看呀，你底下有要用痛好，这个比较我哋已经演出厅啦，全力为上飞啊，演员连做4代年的接书，啊嘛同样你就接主打家己叫点点，安以后出后。我连口连串，好，你拿哪一个？你拿这个。好，还有够了吗？好像不够哦，不够这里还有。先不要吃这个。奶奶煮的鸡块很好吃，妈妈喜欢吃。哦。后来是什么时候有打开你的心结，然后让你跟维娜越来越好？其实就从有小孩过，在那之前，他还是跟我们家是有一些格格不入。有了孙子以后，就慢慢的，
啊，这一些姐姐她们说实在也是对她就当家人。我也比较开心，就是现在比较能真的能像一家人这样子。我们这里没什么亲戚啊，我的家人只有奶奶哥哥啊，所以我们从来不过节的，没什么好过节。以前全家人还在的时候会，妹妹爸爸都在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开了20、30年，我们再也没过节。所以就是主要看到他们这样大家庭，我回去就跟奶奶讲，我第一个就说奶奶，我认识一个大家庭，我们再也不孤单寂寞了，我们很多人超热闹哦。我妈妈其实她也很年轻就生我了，应该是在18岁的时候。听说怀我的时候，我的亲生爸爸，我的爸爸是不见了，就一直到怀孕就跑掉了。这个在国外很频繁。我懂事的时候知道我妈妈做的行业是男生理发，她专门接男性，可能刮胡子啊、鼻毛啊、什么耳朵了，就是跟台湾没什么两样，就小小间。大概只能够人入2个椅子。那我从小就在这个地方出生，就是可能就记得我还在玩客人的头发。我进入这个家庭，我的爸爸他那时候是开餐厅。那个时候到我的那个继父家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太快速了。一切都太快速了。那个时候我刚进去这个餐厅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娃，一个小 baby， 玲玲大概2岁，沈威玲2岁，我们那个餐厅就出状况。然后那个时候叔叔就叫他移民到台湾来。我看我那个时候几岁，14吧。那个时候我们来机场的时候，我记得是第一次看到奶奶、叔叔跟哥哥。对，我们一路开到，我还记得是要那个新店的中央新村。之前住在这里好几年了，跟爸妈、妹妹们，其实真的都变了，只是还是有一些摊位都还在。当初就是可能店家没有那么多，然后主要这边到了，就是这个可以算是我爷爷以前的那个宿舍。就是他的提供的给的宿舍，那我们之前的就是在这个插国旗的最上面，我们是最上面的，对，有一个那个篮子有没有？对，现在看你看，只有回想那个画面，是我爸爸很爱种花，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自己4人的空间了，里面大概是2房，两边很小，有一个前后阳台，然后2房，然后有一房是我们4个女生睡在一起，就是妹妹们跟我们就是那爸爸妈妈就睡一房。三民路就是妹妹他们主要的学校，沈维芳跟沈维玲、沈维宁。对，然后我记得沈维宁他们要会巴西的时候，沈维宁才刚刚小学毕业。然后我记得玲玲当警察，现在这个读到4年级，沈维芳读到3年级。对，那主要是我没有上课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如果可以进学校都好，好可爱哦。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是父亲并不是说对他非常的关爱，对，那主要就是把 focus 都放在自己亲生女儿上面，所以对他上面是，对他不管是生活上面、教育上面那些都是比较严苛。我一定是跟着爸爸妈妈的生活走，就是说他们是做工厂，打理什么事情我能做，我能帮忙就是要做。所有看板里面的东西，不管涂油漆、烧焊，这样开始学习，一起做，一起完成。有一阵子在台湾很那个巧克力狗叫巧克力 Coca， 那时候
很流行，然后进口过来一只狗都贵，好像一个狗听说200-300万都有可能。然后这只狗就变成要带它培训，就变成也是我们的赚钱之一。然后也是要我跟沈维尼，我们比较大的去懂得怎么洗狗，怎么去剪毛。所以我要顾妈妈，也要顾爸爸，也要顾奶奶，又要顾小孩的心情，几乎都是我跟沈维尼。那我记得我刚满18，我有逃走，我有翘家了。就刚好本来是最后一次要住在这个中央青春，在中华路，我爸爸隔天要飞了，然后我也不容易，就是有一点糖类没告诉他，然后他奶奶知道，然后后来就是被修理一顿了，然后那一天才想说，我何必再去巴西，再去被你控制到，我要当一个菲佣、巴佣，哪一个佣，到什么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跑走了。现在回想，我爸爸他不是一个不能沟通的人，是因为我觉得他太严厉，让我没办法跟他聊心事。但是后来我有跟他联络，我有想办法打长途电话，我也是妈妈，我亲口才跟他讲明，他也是说就是你太不应该这样做。奶奶也是啊，他们就超气啊，我哥哥气到好像听说想要揍我。你看，我知道其实这种方法你听了，我现在是觉得是窝心。因为他们还是在乎我，还是有在意我。我们也是一个现在这个机会才可以全家。我不管怎么样，你既然离我太远了，在巴西那个时候，我不管就放你哪里，我还可以看你一眼。你现在怎么办？他那个很好，为什么像我们俩不吃肉？其实他有办法，然后把那个鸡肉弄得很好，也不用去。可以come in。妈妈抱抱。好，走喽。哎呀，妈妈去跟小弟夫陪姐姐，好不好？OK 了哈，好，出去哦，好，谢谢，好，帮妈妈一下吧，你有办法吗？没关系，妈妈可以。现在有下雨。变大就糟糕了，没带雨伞，你的雨伞呢？是啊，最怕是弟弟这个推车，他这个好像没有那个塑胶套，怎么样？早，弟弟最享受了。我每次推他，我就好想我是被推的那个人。你想要当什么？拜拜，宝贝。拍好哦。宝贝，拜拜哦，注意安全哦。我住在桃园，已经因为其实我女儿是在桃园出生的，对，所以我大概我生1-2个月就要生了，我们就找到这边的房子，想说靠近一点爸爸，因为其实我老公也很少回家，就想说其实如果在他的龙潭那边工作的附近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会有亲子关系。Hello， 早。我看我先跟你拿一个吐司好了，然后我还蛮想要吃凉面，可以给我一杯柳橙汁吗？去冰，谢谢。我记得应该可以说是怀孕之前，跟我先生的可能债务的部分有一点出小状况，变成我要积极的去找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个想到又近。我还可以带女儿一起来，我想我要求她，我送我女儿去上课一下下，应该可以，我就来这里应征。我记得跟她说，有缺人吗？我想要在这里打工这样子。我知道维娜这个人的时候，是从电视上有看过她的节目，我就想说，她不是都有在上通告啊，为什么要来做这种小工作？然后我才知道说她有一点困难。后来我就想说，她一个外国人在这边嘛，也是
蛮不方便的啦，应该也是没什么太多的朋友啊。我想说，我可以帮他，我就帮他这样。如果有买东西吃，我就想说分享给他，因为买起来很多嘛，我自己小家庭也吃不完。像买一份炸鸡，我就一半给他。出去买什么简餐的那个面啊，我就给他。所以一开始就是我本来只有订一个这个，怎么他送的时候就变了2、3个东西，我没有订，然后他说没关系，送你，然后就又来又躲到就是后来他说你会介意那个就是可能衣服是儿子或者女儿穿过，我不会，因为我的家小朋友衣服我很少自己买，几乎都是人家给的，然后他就可能下午结束了，哇，大小包就开始跟他没有很熟哦，只是他大小包就很不好意思，换不清呢，他这个人情呢，我讲真的。弟弟呀，你的妈妈忙手脚乱呢，好，真的你要送去保姆家啦。我现在看就是很久以前的节目，因为我女儿我生完她的时候，我要生她之前我还在上节目。我还在坐月子上这个《康熙来了》，这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不好意思，卫生棉垫很厚，因为还在坐月子。我们以前的节目，不管你是素人、一般人跟艺人，你都会贴贴纸。贴贴纸就是表明怕可能不熟悉你的人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因为现在的节目啊，艺人不用贴贴纸，因为他们已经很熟悉他的脸了。像我现在还是素人，是因为还是要贴贴纸，但是以前我的贴纸坐的位置都是艺人的位置，我的贴纸旁边有2个小小的字，这个是后来好几年前我没有再有这个小的字在旁边，我才觉得我的贴纸好像不太一样了。你们会觉得对贴纸没什么，会觉得什么贴纸，还是对我来讲那个很深刻，是因为我以前更多来录音啊，好紧张啊！怎么突然觉得在念 B-box？ 圆锥状，哦，真的，我很喜欢搞笑，我很喜欢我是那种节目的旁边的背景，就是在旁边穿嘉年华，突然疯子一样出现一个，我一直想要是那个角色，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搞笑的人。这个每次上一次节目。是觉得我到底是不是被肯定的、被认定的？圆锥状，不是从这里。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因为你辛苦这么久了，你像我现在，其实说实在话，最没有给我鼓励不够的是我先生他常常会说，其实你不会红。你做这一块，你有赚到钱吗？因为我认识他，我就知道他主要工作就是在做一些演艺工作、表演啊，或是说，有接一些通告这样。那其实真的很辛苦。基本上我是支持他，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给他一个观念，很多东西你自己要想清楚、算清楚。因为如果真的不行做，那不是说我不愿意支持他。那因为我们可能住桃园，他朋友都住台北或住宜兰，他需要通勤，还是说包含是吃饭，然后还有他一些服装上面的花费，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不懂得去计算。你的报酬不符合你所付出的，那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要换一个跑道，或是换另外一种方式？说实在，我先生讲的也是实话。你经纪人抽了，你撤资，我保姆费放1天就是1000块、2000块。我真的有时候听我先生讲，我也会很难过，觉得我对不起孩子，为了我要得到我的梦想。我每次上节目就说，这个可能是最后一次，我要做心理准备啊，是不想，但是这个事实没有就没有了，你再也上不了电视了，有可能。现在在保姆家。你在保姆家？对啊。还要点喝什么？我要个黄金曼特尼。然后你要。对，看有没有巧克力。有巧克力牛奶吗？牛奶有啊。
热的巧克力牛奶。这边的你不加糖。对，黑咖啡。那边可以了。OK， 好，谢谢。像我在这桃园住了一阵子，就是我们家附近的，像婉君这样子的朋友，其实可以数得出来啦。其实我们2家的女儿刚好就同学，对，然后那时候就很聊得来，因为她国字她认识的不多嘛，然后她也会想要说，透过我让她知道附近有什么餐厅，所以我们偶尔就会相约去附近吃饭这样子。几乎我的小护士，我头晕了立刻送药来。头晕、头痛、贫血、地中海型贫血。对，我在怀孕，她都是她炖一些，就是可能怀孕有关系。然后她的肝也有状况。对，她都知道，她是我唯一的知道的朋友。对呀，因为她就是分析吃的，他们就是她煮东西。那个婉君她煮东西，她都有那种就是知道说，哎，这个补什么，或者是这个对什么。像她那一阵子买什么国旗，那个枸杞哦，红枣枸杞啦，对那个，对，真的有哎，对你只是连续这样喝会比较有一点，会比较好。对啊。不遇到这样的朋友怎么知道？因为让我们外国人吃中药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啊。没接近过，也更不要说我们要怎么配、怎么煮啊。不然去的话，中药好，我要跟他说我的整个状况啊。我是希望说他回来家里坐一直，我比较方便这样。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他就是不放心他的狗狗，然后狗狗没人喂。我说不要养啦，可是他有感情，他也没办法说不养。有空的时候啦，就买一些材料，我就家里弄一弄带过去给他吃，不然就是直接去他那边。我们是比较在吃内脏啊，比如说腰子腰子炒麻油，这些会弄给他吃。可是他可以跟我讲说，他们那些他们都不吃。我不知道啊，变成说没住一起照顾上也是比较麻烦。他也没办法回来，然后我也没办法过去，就变成说也是要靠他自己。嗨，他的好朋友。对呀。好了，那我回家喽。哦，谢谢。好。拜拜。平常是几乎是6日可能会补一些冰箱，对，会把货补一补，就怕1到5，有时候一个人1到5，你很难拖着他们2个去补货。钱的紫嫣是一个无忧无虑、没有烦恼、开心，每天没有压力。他现在是他的责任变多了，都是几乎是叫他帮我。我希望他会煮饭，他会洗菜，他一定会煎菜、煎蛋。就是会帮妈妈，例如说他要传一些简讯，我会帮他打字，然后他不会的字我会帮他看，念给他听。他应该是说妈妈是依靠，所以我觉得他是我的依靠。来，空青菜，你的最爱，你还要吗？我想要吃人菜。真假的？那个我不太会用哎。哦，其实妈妈最想要吃这个不会炒。跟我头发一样哎，跟我的头发。这个我好想可以炒来吃哦，不会。再来，妈妈想要煮一点那个蔬菜汤，好不好？鸡蛋有要吗？哦，鸡蛋家里很多。哇，很多食材都不会炒，想吃也不知道怎么炒。那个不是吃火锅吗？很多东西其实真的想尝试炒也不会。像我老公很喜欢吃豆干啊，
那些豆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哎，你知道我最喜欢吃那个客家的那个小菜，哇，那里面不是什么都有吗？客家小炒，就是哦，头脑就是那个画面，是那个不好做。爸爸也说这个比较好。像我很少碰这个姜、葱都不加的，所以大蒜也不加，所以你能想象我的菜有多好吃啊！啊，我的零钱包没拿到，没关系。刚刚这个摊位是爸爸爱吃的。他的嘴巴长好多。对啊。好，扶好。平常我煮饭是，如果真的没工作、没有活动，几乎都是在家里煮。对对对，今天煮那个蔬菜跟鱼，因为我们家的女儿都吃素的，可是我煮菜也是又有一种考验了，是因为我儿子有肠痘症。所以肠痘症其实也是有一些什么肠痘什么痘啊，我都会避开，我比较不会去买耶。啊，因为我比较习惯就是今天的菜焯完了就是吃不完，顶多就是说老公很晚回来，就是不是当宵夜。我如果真的有空啊，就没有工作的话，我是会希望我可以每天煮饭。但是如果真的太累了，有的时候要注意身体呀。对，因为我不止肝不好，我还有气胸，我会容易发气胸，就是肺部破裂，我插管子过。对，因为我本身有气喘，所以这个也是都要坐飞机要医生同意，就是要整个做非功能，然后现在还要做肝功能。我就是肝功能的那个不要胆固醇过高。对对对，这香味出来咯。老公其实常常真的不能回来吃饭。可能小孩子只有一天像这样子的时间，可能晚上他忙到，因为我小孩子都是9点睡觉，他打来他们已经睡了。他如果真的可以打，都是要11、12点他的时间。喂，喂 ，baby， 妈咪，今天可以回来吃饭吗？要等一下，今天晚上有夜间训练，然后我今天待命，所以现在要先看那个气象。哦，好吧。对啊。那你可以跟弟弟讲一下吗？我打电话，他会开，你等一下，可以吗？爸爸 ，Daddy， 你说嗨 ，say hi。哦，他喂你吃，他拿瓢羹放在手机前面，他要喂你吃饭。你要喂我吃饭。对，因为他自己吃饭。来，爸爸。但是你平常都捞垃圾给我吃。因为他今天在自己吃哎。他现在在自己吃饭，吃得很好。等一下哦。这么棒。爸爸。阿姨。爸爸。你在想我吗？那你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你就会现在就回来。不一定啊，我不知道。反正这边现在天气看起来是不好。我知道我女儿的脑子在想什么。等一下下大雨，我有没有说中？这边天气也都不好。对，然后她现在女儿的眼睛就告诉我，最好等一下下大雨，爸爸就可以回来了。好了。好 ，OK， 好，再打。好，拜拜。拜拜。对，如果我们等一下吃完饭，我接下来的行程就是8点去洗个澡，然后冲一下澡，大概9点就上床，就是这样子。对。小乐心，哦不行，他手好油，你给我。我
我今天为什么会到新店来？因为我要看我的亲爱的奶奶。对啊，喂，找奶奶。开了。这一次想说，因为我老公去演习了，在等他的话哦，我奶奶年纪大了。来了，哦，还没有放。我来了。等一下，好，我穿鞋子。现在干什么？我们就去客厅啊。你要躺着吗？还是要坐着？我想打电话给沈维芳妈妈。打电话给沈维芳。对他们就要看看你，你不想讲话没有关系，好不好？我们来播，沈维芳一直打来，我没接到。他可能还要跟奶奶说说话。现在巴西是母亲节哦。哦，那有大家纪念我的。对呀。我们来播，他们那边已经是我看，我们12点哦。你看，哇，妈妈都还没睡觉哎。对，沈维芳。妈妈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好，等一下哦，宝宝，等一下，奶奶在哭了，等一下。想到好的事嘛，沈维芳他们带妈妈去过母亲节，现在跟奶奶一起过母亲节。谢谢呀，谢谢你们母女。大家一起过。对，大家一起过哎，你看。大家快乐有的。对。有的。哦，我想妈妈。Tá com saudade da senhora。没有的。然后跟他们拜拜，因为那里很晚。好，爱你哦。我给奶奶带的是最久的，妹妹他们好像2岁来，最小的刚刚那个2岁带到8岁就回去了，对，全家回去了。我的儿子告诉我，你心理上要有一个准备哈。外国的孩子绝对跟中国孩子不一样。对。不一样。是啊。我要慢慢要改变自己的作风。对。要随和，不然他们一个一个都要回来嘛。对。那不都吓跑了。奶奶都会说我们好像是那个。他那时候是最反抗。对。他比较大一点。年纪大了，奶奶都会说我们好像是那个山上来的那个叫什么？野孩子。野孩子，对我从小就会。我现在换我讲我的女儿哎。我爬树呢。对。中午了。对，中午了。等一下我也带导演他们去吃饭，好不好？好。我去他们对面那个家乐福啊，那边还不错啊。小宝，你今天便当是有什么菜？吃什么？今天有空心菜、哇，菜，你的最爱，很棒哎，所以全部吃光光。我跟我妈妈现在的关系就是，她在台湾离开了20多年，电话是最多，视讯最多，我们视讯都很好，视讯聊天，我比较能够做自己，因为我发觉我妈妈我去跟她分析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是多余的，她可能要一直关心你，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烦，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情绪，我不知道我很难拿捏我到底是谁，有的时候会很后悔啊。她上一次有来过台湾啊，干嘛吃奶嘴？哦 ，rock and roll。岳母来台湾的这段期间啊，其实那个时候我有观察到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就是因为维娜其实她很小就
离开母亲，所以其实他是缺乏母爱。那在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跟妈妈相处，你应该是非常期待，甚至说真的遇到的时候，应该就是那种感情应该是要很紧密。但是其实，在那一段期间，我这样看来，我觉得他有点好像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他觉得这不是真实，然后甚至妈妈对他的好，他有的时候会很冷漠的去回应。妈妈就是煮一桌这么好的饭菜让你吃，你应该赶快过去，你应该要谢谢妈妈。可是那时候让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们那个微妙的那种感觉，我也不太会形容啊。有的时候甚至我岳母要帮他按摩还是什么，他也不要。妈妈其实有那个拖了一段影片。哦，是哦。对。你们要给我惊喜，你们好坏哦。妈妈中文你们听得懂吗？跟妈妈讲符文啊。真是的。哦，还化妆那么浓。化妆哦。有，这是不是我妹妹帮她画的？等下我们被骂，怎么连这边都那个白的？哦，妈妈还是自然一点。Eu agradeço muito o programa de ter dado essa oportunidade de eu conversar com você coisas que no passado, quando você era criança. Então, minha filha, eu só quero que você entenda que eu não fui uma má mãe. Eu fui uma mãe muito esforçada de dar as coisas a você, só que eu não tinha condições. E eu quero que você me perdoe de eu ter deixado você trabalhar muito, de você ter se esforçado. Cada dia você sonhava de ter umas coisas melhores, ter uma boneca, ter uma roupa melhor. Eu não tinha essas condições de lhe dar. E que você não teve um bom estudo. Né? Eu só quero que você me perdoe nessa parte, se eu não fui uma boa mãe nessa parte. 我想暂停哎。哦天哪！我知道他也很想这一次好好的机会弥补我，可是我这个人，我说实在，我这个孩子也很坏，我自己本身就现在才知道说我还没有好。我那个时候想说，我有孩子，我好了，知道我妈妈其实不简单。如果没有一个男生来帮你一起分摊，他怎么养我的？我还很直接问他妈妈，真的不简单，我怎么活下来的？最遗憾就是，如果妈妈可以让他去过他的幸福生活，不要动到我。我不想认识台湾，不想要认识两国。这个两国是最痛苦的事情，一定会是家人是分散。我现在还是分散呢。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我是不是可能可以试着在妈妈身边？还是现在一定有家庭了，我不可能分散吧？我已经在这里生根了，我这里也有我的这里的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因为我的人生已经离不开台湾了，因为这里太好了，这里你懂吗？给我太多的好了，还是这种依靠。当然爱啊，怎么不爱啊？不爱的话，我的家人每天都，你看我在那里多少爱，我失去这么多的爱，就是选择在这边。谢谢妈妈每天都会这么照顾我们，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好好跟爸爸的感情在一起。妈妈，我爱你。维娜，妈妈希望你不要太劳累，要好好把身体照顾好。维娜，你嫁到来的王母吼，爸爸很高兴吼，为世人客家人的想法。阿爸祝福你公婆圆满，平安快乐祝福你们。